来看南口中街病院上新的调查发现，讲台湾囡仔除了会对一寡有开海鲜过敏哦，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即马土豆是国小学生囡仔过敏食物的第2名。目前食药署是有规定，讲食品内底有酸亚、土豆等11类过敏原，拢一定爱标示哦，违法上最是当罚300万。一个幼儿园的查甫囡仔先天对土豆过敏，若食到土豆制品，就出现急性起荨膜、然后肠胃喘气的症状。有一摆伫学校甲同学分享4首啊，无细时误食有土豆的饼啊，致使过敏发作，经被送去才救回一命。小朋友已经在学校因为花生过敏，已经去送医3次了哈，因为学校老师就是不小心会忘记，或者是学校老师记得，可是他跟同学分享食物，同学不知道。南口中经病院上新的调查发现，台湾食物过敏盛行率每年提悬，将近15年来增加2倍。食物过敏源大调查佫发现，除了会引起过敏的有壳的海鲜，土豆已经成做国小学生囡仔过敏食物排名第2名。另外，鸡卵、水果、牛奶等也拢是各中学生甲大人常常看到的食物过敏源。包装食品的规定是有11项，都是强制应标示。那如果应标示而未标示，依照食安法可处以新台币3万元到300万元的罚款。食药署强调，市面上包装的产品，若含有壳、酸亚、土豆、牛奶、羊奶、鸡卵、坚果、麻啊，含腐质的谷物、黄豆、鱼类，甲用亚硫酸盐类的制品，拢爱伫产品容器或者是包装顶悬标示警语，来保障过敏体质的消费者的饮食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